自我2022年9月2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避免风寒的言论。圣经比例互书，咱要对第3章14节做伙读到18节，咱做伙来听读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既然恁伫听候这个代志，伫上帝面前就尽力追求，互家己无缺点、无通指责、通甲伊和好，就将咱的主的宽容看作恁得救的机会。这嘛是咱亲爱的兄弟保罗用上帝赐予伊的智慧写批所劝勉的。拄甲因伫曲解其他的经文共款，结果因家己讨灭亡。伊所有的批拢有讲起这个事，伊的批有一寡恶理解的话，互遐个愚戆无定性的人甲伊曲解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恁既然大成知即个代志，就谨慎，才免互歹人用错误的言论带去行错误的路，离开恁坚固的立场。就伫咱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下，甲对伊的人脉继续进步，愿荣光归伫伊，对现在直到永远。阿们。避免风寒的言论。过去，宗教领袖通常也是地方的意见领袖，信徒不只透过宗教领袖人脉信仰，也透过因来得取社会新知。不过，对着社会开放、知识爆炸，咱会当获取新知的管道变济，也慢慢知影讲坛顶讲的无拄拄完全拢对。有的人坦然面对宗教领袖，毋是全知全能，只要真理不变就好。有的人决意维护讲坛的权威，风险就是渐渐互讲坛顶错误的言论带入歧途。过去有人讲过，路德村尖片的譬喻，是指耶路撒冷城墙边有一个叫做尖片的小门仔，人会当进出，路德就真好出入。这种讲法伫最近的圣经考古研究找袂到支持的证据。另外，网络捌流传一篇励志文章，讲到鹰鸟若到40岁时，必须经过一连串痛苦的顶头生过程，然后会通活到70岁。这款的讲法也互鸟类学者踢破是无正确。当然，动物学者会当讲龟甲兔袂斗做伙走烧肉，因为龟兔走烧肉真明显只是一篇寓言的故事。若是鹰鸟顶头生的讲法，只是伪科学。假使有科学会当佐证某一寡讲法，还阁有讨论的依据，总是一寡纯粹是神学上的判断，就无啥可能有对话的空间。譬如讲，过去有一寡宗派的教会领袖讲电影是魔鬼迷惑世间人的工具，也是将摇滚乐讲是撒旦音乐的伪装。若是这个讲法只是信者信，毋信者毋信，咱简单会当对后续的影响来做探讨。当然，无论是电影还是音乐，至少拢有迷惑人心的部分。总是咱若将现代的表演艺术排拒伫千里之外，检采可能会像决意拒绝汽车甲电力等现代设施，
过简朴生活的美国阿米什教派的人一样。另外，也有教派将规约中禁止食花的条例发展做禁止抽送花，互信徒伫手术中面临未少的意外风险。总是伫所有风险言论中，危害上大的，还是对救恩的扭曲。尤其台湾的基督徒毕竟生长伫民间宗教的环境中，甚至未少教会的领袖过去生长伫民间宗教，后来信主受洗，凭着一股热心就献身为主所用，总是伫对基督信仰无透彻认捌的情形下，就妨期待爱解经讲道。解答信仰问题，难免会将过去所接受的民间宗教观念套用伫教会的信仰教导中，甚至有其他宗教错误引用圣经中的用词，硬要乌白乱斗，解说变成做是其他宗教的教义。毋知头尾的基督徒，敢若看到熟悉的圣经话词，就掠做这个教义是基督信仰，这实在是大错特错。默想，我捌听过倒一寡风险的言论，也是我掠做讲坛顶讲的，拢一定是正确的。我捌听过倒一寡风险的言论，也是我掠做讲坛顶讲的，拢一定是正确的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帮助我会当分辨风险的言论，互我常常行伫正确的信仰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